各种为您报道。讲落水溪，水落水溪，台湾话艺术水阁好。国情解说两句我互你做参考。解文说字，较早落水溪，自本是有分西犁溪、虎尾溪甲东犁溪。东犁这边就是彰化、梨林这方面。用早吼，咱讲西犁啦、虎尾啦，这拢拳头收呢。台湾的俗语话讲，拳头若要好，在本岛。有一句俗语讲吼，你有才调过西犁桥，无才调，互你过虎尾溪啦。这就是用早民间的流传西犁这坎的故事。有影，人讲拳头若要好，就爱来西犁讨。西犁地骁勇善战，在庄为着要保护家己的乡土，确实流露真济英雄的故事。毋过总是时势咧变迁，拳头练到一身躯，来甲讲外族统治，日本人来侵犯的时阵，即当阵就民间的四句联，伫咧念讲西犁虎尾，大家抗日的过程。有影讲分林西犁虎尾遮抗日义勇军留落真济传奇。国情今仔日煞来要甲你讲，就是念歌的歌仔先吴天乐先生，伊捌留一套日本时代台湾人民生活的历史，内底四句联安怎样讲？正就是咧讲拳头上介好，就爱来西犁讨，这也英勇的传奇。大声有一拍讲，台湾反抗的非常多，上济就虎尾甲西犁。日本兵来到西犁大溪底，见到的袂输着人济。你甲听看觅。当然啦。国情头起先咧听这条四句联的时阵，心内嘛想讲，当然个人庄头，个人好运，无定是天老爸咧拼讲吼，阮虎尾，阮西犁，英国伫咧抗日，真正刣甲火晒晒。这无定天老爸讲因家己庄头的代志尔，无定高雄嘛讲高雄刣上忝，台南嘛讲台南人上勇，毋过认真甲研究过。有影用早人讲，有才调，互你过西犁桥；无才调，互你过虎尾溪。迄真正有历史背景啦。头拄啊四句联讲，日本兵来到西犁大溪底，见到的袂输着人济。即句着济，就是咱即马新闻中间常常咧甲你报，讲加济就是叫做禽流感。迄人若着济规个倒规片，日本兵无才调过虎尾溪呢。过来第二拍歌词，四句联讲。你若年轻甲看都袂清楚，规条溪花袅袅扫，探子走来直要报，讲骑马全拢派长刀，这就是真济要保护家己乡内，要保护家己庄头，这义勇军。大先有人骑头前直咧探讲日本兵来，结果吼骑马全拢派长刀啦。庄头的高人头人，西犁总理就传命令，传安怎样？传讲招人要拍日本兵，清朝民间专有枪，好打的人拼做情。这是一夜日本人来到台湾介管统治的历史，也是咱台湾念歌真出名的吴天乐天老爸传落来真好听的四句联。咱分林讲完，换来讲南投仁爱乡